2月6号大地震造成大地里菜市啊规个崩落来。目前市场拆除甲居民安置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决定安尼状况，人心关怀社团准备了2500块的购物礼券，要予47号的大地里受灾户补贴因的人身需求。仁爱关怀社团上午伫咧周元良会长的带领之下，来到东区区公所，将伫咧社团收集到的爱心捐款，总共47份1500块的购物礼券，交予东区区长以及大地里里长，希望会当帮助大地里市场总共47户的受灾户，加减啊补贴因的生活开销。阮人生成立到真多2栋外，一开始是10几个少年朋友尔，这段时间2栋外已经累积啊100几个啊，嘿啊，因为这道地震较严重我就囡仔活伫大自里遮大汉的，希望讲会当互遮提供遮住户不无小补阮要一寡民生物资。区长对因的善心表达感谢，也认为因这种自发性的爱心，受灾居民一定会当感受到。那我们韧性关怀协会所有的成员100多位由会长代表给我们这些受灾户那公所已经发慰问金的这些受灾户，我们总共有47户那周会长这边给我们这个47户每一户全年的礼券每户1500元可以说这个善行可以要非常的肯定尤其人机己机，人力己力，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成立这个社团，能够这么早就可以在社会关怀我们的一些那个受灾的一个朋友这边真的要代表我们区民感谢我们周会长以及我们的韧性关怀协会，尤其我们大治理黄里长也非常的用心。那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受灾户能够赶快的重建在这个受损之余能够感受到温暖。成立已经2栋外的人心关怀社团，目前已经有100多位因为认同来加入的会员，因也希望将加济善心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台湾新闻网赵国博采访报道。